咁喺一間傳統教會裏邊生活咗10幾年，在一間傳統教會裡面生活了10幾年。喺裏邊呢，係佢哋唔會講聖靈嘅。在教會裡面，他們不會講聖靈。咁但係我好中意睇聖經，但是我很喜歡看聖經，所以我嘅成長過程裏邊都係離唔開聖經。所以我的成長過程裡面是離不開聖經。大概喺10幾年前，大概在10幾年前，咁神呢就叫我離開呢個教會，神就叫我離開那間教會，去到一間靈恩教會裏邊。去到一間靈恩教會裡面。喺靈恩教會裏邊呢，佢哋嘅核心價值呢係在靈恩教會裡面，他們的核心價值是讀經、禱告、敬拜、讀經、禱告、敬拜、內在生命、內在生命。咁我好感恩，我喺嗰度生活咗6年。我很感恩在那裡生活了6年。呢6年裏邊，我常常返晨禱。在那6年裡面，我常常回晨禱。祈禱之後，我就會喺祈禱房裏邊自己去親近神。禱告晨禱之後，我就會在那個禱告房裡面自己去親近神。親近神嘅時候，我會讀經、禱告、敬拜。親近神的時候，我會讀經、禱告、敬拜。最重要嘅係，我會同神傾偈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會跟神聊天。好多人都覺得神高高在上，很多人都覺得神高高在上，但其實神同我哋好近。但其實神跟我們很近。你同佢傾偈，佢就會俾你回應。你跟他聊天，他就會給你回應。喺嗰6年裏邊，神醫治咗我好多童年嘅傷害。在那6年裡面，神醫治了很多童年的傷害，亦都咧係將我嘅性格一一去改變。也將我的性格呢一一的改變。所以我覺得同神傾偈係好重要。所以我覺得跟神聊天是很重要的。又喺6年前，又在6年前，我離開咗呢間教會，我離開了那間教會，因為我覺得我心裏邊唔滿足。因為我覺得我心裡面不滿足。我覺得基督徒唔應該喺自己匿埋同神有一個好嘅關係就終止。我覺得基督徒不應該就是自己躲起來跟神有一個關係就那樣終止。我離開咗教會之後，我就去揾教會。我離開了那間教會之後，我就去找教會。我會喺一啲教會嘅門口望下佢哋嘅崇拜嗰個，佢哋嗰個叫做咩啊？嗰張係個單張係啦。我會在每一間教會的門口呢，就是看他們崇拜的那個次序表。如果嗰個教會裏邊係冇神禱會呢，我就會走。如果他們那一間教會沒有晨禱的，那我就會走。有時見到神禱會，我就會企喺度祈禱，問下神係咪呢間。見到那間教會有晨禱了，我就會站在那裡問一下神，是不是這一間呢？好多時都聽唔到聲音，很多的時候都聽不到聲音。但係呢6年裏邊我冇停過。但是在那6年裡面，我沒有停止過。我仍然喺度讀經、禱告、敬拜。我仍然在那裡讀經、禱告、敬拜。但係我好似失去咗好多。但是我好像失去了很多。好似唔記得咗聖經，唔記得咗我以前成日敬拜嘅詩歌。好像我不記得了聖經，也不記得我以前敬拜的詩歌。我忘記咗同神好多嘅經歷，佢同我講嘅說話。我忘記了跟神之間的經歷，還有他對我說的話。我喺個靈裏邊成日都會見到十字架。我在我的靈裡面常常會見到十字架。但係呢6年裏邊連個十字架都冇埋。但是在那6年裡面連十字架都沒有了。我好似我覺得神都唔存在。好像我覺得神都不存在。我同佢講：你係咪唔要我啦？我跟他說：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但係我又同佢講：你唔要我都唔緊要啊。但是我又跟他說：即使你不要我也不要緊，因為我會要你啊嘛。因為我要你，就算我揾唔到，我都會繼續揾。就算我找不到，我也會繼續的找。2021年我揾到個教會。2021年我找到一間教會，喺嗰度生活咗2年，在那裡生活了2年，但係仍然都唔係我熟悉嗰個上帝，但是仍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位上帝，所以我又離開。所以我又離開。跟住我就又去其他教會裏邊上堂啦、敬拜。
然後我又去其他間教會去上課敬拜。就喺嗰陣時，我認識咗哈拿張。就在那時候，我認識了哈拿張。我知道佢返611，我知道他回611。呢間教會我從來冇去過，那間教會我從來沒去過，我就跟咗佢去。我就跟着他去。喺裏邊崇拜敬拜都覺得好好。在裡面崇拜敬拜都覺得很好。我去咗1年，我去了1年，但係我成日都揾藉口唔去啊。但是我整天都找借口不去。天氣唔好唔去，天氣不好不去，個人好攰唔去，人很累不去，有嘢做唔去，有事情做不去，反正可以上網啦。反正可以上網。直至到今年7月，直至到今年7月，我完全感覺到冇咗屬靈遮蓋嗰種辛苦，我完全感受到沒有屬靈遮蓋的那種辛苦，做乜嘢都冇能力，做什麼都沒有能力。於是我同自己講，不如去呢間教會嘅小組啦。於是我跟我自己說，不如去這間教會的小組啦。於是我就揾哈拿張，於是我就去找哈拿張，我叫佢帶我去，我叫他帶我去，但係佢話我已經轉咗教會啦，但是他說我已經轉了教會了，我嚟咗蒙恩堂啦，我來了蒙恩堂啊，得嗰幾十人嘅啫喎，就只有幾十個人的，你睇唔睇得起㗎？你看不看得起啊？我同佢講我跟他說唔緊要，不要緊，我唔係要大教會，我不是要大教會，我要有上帝嘅教會。我是要有上帝的教我會。曾經同神有好深經歷，我曾經跟神有很深的經歷，我要揾翻呢樣嘢。我要再找回那這個東西。於是我同佢講，咪嚟咯。於是我就跟他說，我就來了。反正我都唔屬於任何教會，反正我是不屬於任何一間教會。嚟咗呢度幾次，來了這裡幾次，感覺唔係好大，感覺不是很大。但係我都問神係咪呢度，但是我也在問神是不是在這裡，神都冇回應我。神也沒有回應。翻到屋企，回到家，我就檢視自己，我就檢視自己，望下自己有咩唔同咗。我看一下自己有什麼不同了。最大嘅感覺係，最大的感覺是，如果我唔翻嚟，我有虧欠。如果我不回來，我有虧欠。我知道我一路向上行緊，我知道我現在在向上走。我嚟咗呢度之後，我來了這裡之後，我以前讀經好困難，我以前讀聖經很困難。年頭嘅時候，我同自己講，我今年要睇晒一次聖經。年頭的時候，我跟自己說，今年要看完一本聖經。我1月已經睇晒新約啦，我1月份已經看完新約了，舊約開始咗啦，舊約開始了，去到出埃及記，去到出埃及記，行唔到落去，走不下去，因為我返咗一份新工，因為我去上了一個新的工作，呢個工令到我好疲倦，那份工作讓我很疲倦，體力好疲倦，心靈好疲倦，體力很疲倦，心力很疲倦。我夜晚返去打開聖經就瞓着覺。我晚上回家打開聖經就睡着了。咁唔緊要，我朝頭早睇，5點起身睇啦。那不要緊啊，早上起來看，5點鐘起來看啊。一打開聖經又瞓着覺，一打開聖經我又睡着了。一日一日都係咁過，一日一日都是這樣子過。所以2月去到7月根本都睇唔到啲乜嘢。所以2月到7月根本就沒有看到一些什麼。嚟到蒙恩堂，來到蒙恩堂，好奇怪，很奇怪。我而家每日5點3起身睇聖經。我現在每一天5點15分起來看聖經。我今日計過，我淨係得返8卷書，喺詩歌書最長嗰幾卷我留返去，留到呢個月，我相信我一定睇得晒。我今天計算過，只有剩下詩篇8卷書我沒有看，留下來接下來看。嚟到蒙恩堂，來到蒙恩堂，我嘅聖經啦，我嘅詩歌啦，我同神嘅經歷呢，一一咁樣浮翻出嚟。我的聖經呢，我的詩歌啦，我跟神的經歷啦，一一的浮現出來。有一次我嚟咗祈禱會，有一次我來了禱告會，聖靈大大嘅感動充滿，聖靈大大的感動充滿。我知道我要嘅嘢翻咗嚟啦，我知道我要的東西回來了，所以我都鼓勵大家，
所以我也鼓勵大家翻神土，回晨禱，一定要翻神土。一定要回晨禱。呢度嘅神土同我以前嘅神土唔一樣，這裡的晨禱跟我以前的晨禱不一樣，但係呢度每日都有聖經，但是這裡每一天都有聖經，聖經能夠改變人嘅生命，聖經能夠改變人的生命，可以洗滌你身上嘅灰塵。可以洗滌你身上的灰塵。我鼓勵大家翻祈禱會，我鼓勵大家回禱告會，祈禱會讓我嘅靈同神嘅靈好接近。祈禱會讓我的靈跟神的靈很接近。我鼓勵大家翻小組，我鼓勵大家回小組，因為小組一班弟兄姊妹喺我哋當中分享嘅過程，因為小組裡面我們一般弟兄姐妹在分享生活的過程，我睇到上帝同大家喺埋一齊。看到上帝跟大家一起。當大家去到我屋企嘅時候，當大家去到我家的時候，我丈夫感受到弟兄姊妹嗰種愛。我丈夫感受到弟兄姐妹那份愛。佢成日都話我好忙，我翻唔到教會。他整天都說我很兇，他回不了教會。佢嘅忙會令到我都好忙，他的忙也會令我很忙，因為佢會帶埋我翻工，因為他會帶我去一起上班，所以我好攰，所以我很累。但係佢同我講，但是他跟我說，佢希望下個星期他希望下個星期也可以來。我相信上帝，我相信上帝，我相信你只要唔好放手，我相信你只要不放手，上帝係真係唔會放手。上帝是真的不放手。你唔好諗住你揾唔到佢，你不要想着說你找不到他，只要你一路找住佢，只要你一直抓着他，你嘅季節會過去，你的季節會過，你的季節會過去。我成日祈禱，我整天祈禱，已經6年啦。已經6年了。聖經話第7年要休息，聖經說第7年要休息，所以我相信第7年，所以我相信第7年一定係我豐盛嘅一年，一定是我豐盛的一年。我將所有嘅榮耀頌讚都歸翻俾我上帝。我將所有的榮耀頌讚都歸於我的上帝。多謝大家，謝謝大家。哈利路亞，我們。